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1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咱們看一看5月份樓市情況。因為今天是6月1號，5月份很多數據陸陸續續已經出來了。首先，我們看這個房企在過去5個月裡面，一共賣了多少房子？根據中指研究院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前5個月百強房企銷售總額12292億元，同比降幅較前4個月縮小了4.7個百分點，連續3個月縮窄。數據顯示，保利發展、中海地產、華潤置地位居前3名。這是中指研究院公布的數字。前5個月100億房企28家，較同期減少5家；50億房企53家，較同期減少11家。首先，這個數據說明什麼？我也懶得去找前4個月的數據對比了。為什麼？其實你應該把1月是多少，2月多少，3月多少，4月多少，5月多少，一共每個月賣了多少百強房企，這麼一分析，你就知道每個月怎麼樣了。但是大家也知道，我們一直有句話呀，能把事情說清楚的，他不說清楚，那說明這裡面有什麼問題。他非要把前5個月加到一起算，就不想讓你知道某一個月，因为你要去知道某一個月，那你就得换算。你去算去，大部分人不愛算，跟我一樣，所以我們就簡單的說，前5個月百強房企一共是賣了1.2萬億，也就是說一個月平均是2400億。2400億什麼概念？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那萬科以前最多的時候一個月都是800億，一個月800億。恆大、碧桂園最多的時候也是一個月800億到1000億。現在是百強房企100家排第一，排前100位的房企，一個月加到一起才賣2400億房子。那你說現在跟以前火的時候已經差到什麼地步了？以前恆大、碧桂園、萬科3家1家，一個月的數就比這個多，剩下97家都不算，只把這3家1家就超過2400億。實際上就已經說明這個樓市什麼情況了。而且他說了還在下跌，只是跌幅縮小了4.7個點。房企的日子好過了嗎？他越不願意把這數說清楚，越說明如果5月份上漲，那他保證把5月份單獨出來說。這是第一個，這是百強房企前5個月賣的房子，這是新房，對不對？要搞清楚，房地產開發商賣的房子是新房。那我們再看看二手房，現在炒得比較火的就是上海、北京、深圳，這二手房不是很火嗎？正好中指研究院它又公布了2020年5月百城二手房價格，這些數字都是參考。5月份百城二手住宅均價是12692元每平米，環比下跌0.32%，就跟4月份相比，百城二手房價格又是下跌的，下跌0.32%，跟去年5月份相比，下跌7.99%，就是下跌了8%。這是百城二手房的房價。剛才說的是100大前100個開發商賣新房賣的什麼情況？中指研究院這個說的是5月份百城二手房價價格環比是下跌0.32%，同比下跌8%，12692元。所有的城市同比都是在下跌的，二手房跟去年同比都是在下跌。但是環比這裡面有12個城市跟4月份比，這二手房價格沒跌。這是就是百城，那麼10大重點城市二手房均價是33154元每平米，環比下跌0.2%。這是二手房。那新房5月百城這個新房市場環比微漲0.16%，至17156元每平米。新房價格咱們已經說過很多回了，因為它得房率你沒法算，所以它這個價格你只能參考，它月漲，實際上你真正算起來可能把月在跌，你得房率120%、130%，大家记得吧？北京是吧？昌平那邊很多項目都打起來了是吧？因為後面推出的房子得房率越來越高，人家得房率高，人家價格賣的還便宜，所以说前面買房的那些人，那些附近的項目就開始互相舉報了，受不了了。這都是新房發生的事情，咱們節目都介紹過。那我們具體的看上海、北京還有廣州、深圳二手房，這個都是中指研究院的數據。上海二手住宅5月份是55103，上海二手房環比漲了0.13%，這個還是可以的。上海的二手房比4月份略漲，但是同比跟去年5月份相比，那也跌了7.09%。也就是去年小阳春買的房子，如果你100萬買的，那現在不好意思，7萬已經沒了。
如果是300万買的，那21万已经没了。這就是中指研究院給的數字，同比下降7.1%。北京二手房均價是62329元每平米，環比比4月份是下降0.33%，比去年5月下降8.86%，那就跌得更狠了。你要去年小阳春買的200万的，那現在已經將近180万没了，不是18萬沒了。哪怕你上個月買的，不好意思，上個月買的200萬的房子，你5月份也已經少了這個7000塊了，就這意思啊。你要是3月小陽春買的，你到5月份你這個200萬的房子1萬多沒了，比你工資啊可能還要多啊。深圳是63389元，環比下跌0.14%，同比下跌6%，深圳還稍微好點。廣州二手房是33107元每平米，環比下跌0.23%，同比下跌8.56%。哪兒穩住了？現在除了上海看上去還可以，環比它還沒跌，微漲一點，但是跟去年比它還是跌的。那就看上海能不能穩得住。上海能穩得住嗎？不一定。这個下面就是南京、武漢、杭州，這個同比下跌都是11%，那簡直沒法看了。也就是如果你是去年5月份在南京買了一套200萬的房子，那現在22萬已經沒有了。對，22萬沒了。武漢也一樣，200萬的房子22萬已经沒了。這是價格。我們再看成交量。首先是上海的成交量，這網上有數字啊。根據网上房地產數據，2020年5月上海二手房網簽成交28023套。這個是說好了的，這個是含商業，不光住宅、商業還有車位都算，一共是28023套，同比增長31%，比去年5月份要漲了。但是你跟今年4月份比，它下降了，應該是將近800套。這麼說吧，今年3月份上海應該是31000套，4月份是將近29000套，28000是700多套，那5月份是28000套，所以你看这是一個月比一個月少。你跟去年比，這個沒有什麼可比性，因為去年那個房子裡面不含車位，你現在房子裡面含車位，所以你只能換。因為3月份的房子裡面也有車位，也有商業，4月份房子裡面也含車位，也含商業，5月份的房子裡面也含車位，所以說你這麼一比，它是從3月開始逐漸下滑，但是它二手房的房價沒怎麼掉，所以說上海這個樓市是全國二手房裡面獨樹一幟的。你看它還能堅持多長時間？總體上它是往下走，但是房價並没有掉。你看6月份，剩下的就沒得看了。你比如说北京大概5月份是15150套，這個還在榮枯線上面，比這個2025年5月份呢增長了6%。2025年5月份是14277套，所以多几百套。這個第二個，但是你跟2020年4月份相比，那就大幅度下降了。上海降的還少一點，北京4月份是17893套，5月份只有15150套，那這個下降了15%以上。也到了5月份，北京就明顯的比上海下降的更快，雖然比去年還多。所以說，我說北京、上海、深圳，相當於今年的3、4、5這3個月起了一個鼓包，這個鼓包比去年稍微大一點，就這麼個事。那起來之後它又下去了。現在上海它稍微下的慢一點，那北京就馬上就直接比4月份下跌15%。深圳就更有意思了，深圳就更有意思了。2020年5月份，深圳一二手房合計網簽13348套，環比增長6%，同比增長28%。大家知道吧？這深圳是5·1之前出了一個政策，5月份深圳的樓市就稍微好一點了，那麼比4月份增長6%，比去年5月份增長28%。但是它這裡面一手房5月份新房合計網簽6651套，環比增長21%，同比增長36%。二手房網簽6697套，環比下跌6%，同比上漲21%。就是5月份深圳即使有這個新政刺激，它的二手房居然比4月還下降了，就沒有漲，就買不動了。但這個有原因的，因為呢深圳的新房漲了，所以我們怎麼理解呢？其實比較簡單，深圳的開發商新房降價，跟這個二手房搶客戶，人家降價降得快，就為了房子賣掉回籠資金，這深圳人家開發商敢降價，就直接跟你二手房搶客戶，所以二手房沒有漲，反而下跌了。但是新房環比增長21%，也就是部分本來是買二手房的，
一看這新房價格更合適了吧，就買新房，就這麼簡單。所以从无論是成交還是價格，大家也看到了，所謂的小陽春基本上就結束了。只有这個上海還值得提一提，還有待觀察一下。那其他地方就沒什麼好說的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媽。而如果你仔細看上海的二手房成交，其實也已經知道答案了，都是200萬的成交，把韭菜根都刨完了，你後面還怎麼刨？今天晚上還有一個瓜，咱們也順便吃一下。娛樂圈的大瓜呀，說上海綠城黃浦灣一套460平江景豪宅，就是什麼每平米30萬，一套1點幾個億的房子。這些房子主人非富即貴，不是娛樂圈的，就是那些什麼科技新貴，要麼就是对吧，資本市場敢割完韭菜的。這些人都是誰呢？你看有媒體報道，1月28號掛牌1.55億賣不掉，上海綠城的黃浦灣的一套460平江景豪宅，是大平層江景豪宅，1月28號掛1.55億賣，這已經降價了，我感覺賣不掉，沒人買，不是日光盤嗎？結果到了5月下旬，突然降價2000萬急售，也就是變成1.35億。人家降價的是2000萬的降，夠韭菜買20套房。這是誰？這個房子的主人就是景田，也有人說他是票房毒藥啊。最近娛樂圈是吧，一個大瓜關於景田的。總之啊，這個景田現在遇到債務問題，所以他要還債，所以他就只好賣他的這個江景豪宅。我估計比他開盤價已經降了，結果賣了4個月賣不掉，再降價2000萬。這我們不是吃這瓜，我們是說上海這個豪宅到底什麼一個走勢？所以它這個豪宅也僅限於一手，你要買新房還要排隊日光，但是你要把這房子賣掉，不好意思，你就賣不掉，下面沒有人接盤。所以豪宅自娛自樂，主打一個有錢，我就是買，但是我要買新房，二手的賣不掉。你看一降再降，賣不掉，沒人要，你不知道為啥？你看王思聰上海的豪宅也據說掛了好幾年都賣不掉，為什麼？一方面是豪宅新房日光，你得排隊搶；一方面是二手豪宅賣不掉。綠城的黃浦灣，我的感覺好像是去年才開盤，也是日光盤嘛，怎麼幾個月之後掛牌就賣不掉了？所以這個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上海豪宅的這種的走勢。我們再看，現在有2大機構對中國的樓市給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一個就是中金，這個中金他認為中國樓市最黑暗的時刻已過，政策底、市場底先後落地，核心城市率先迎來趨勢性拐點。這個中金給出的結論是：2026年穩量築底，2027年大範圍企穩修復，二手房銷售面積將超預期回升15%到20%。這個是中金最近出的報告，不是說上個月或者上個月出的報告。那很多機構，比如瑞銀、還高盛都認為咱們26年還要漲，對不對？26年上海、北京這個樓市還要上漲15%啊，所以這咱就不說了，說的是最新出的研報。中金認為咱們2026年是穩量築底，2027年大範圍企穩修復，二手房銷售面積將超預期回升20%，銷售面積不是價格。摩根士坦利人家剛發布一個叫中國樓市拐點還是另一次假復甦。摩根士坦利他認為2020年3月到4月一線城市二手房成交回暖和部分價格修復，主要是無顯著政策支持下的短期修復，而非真正的市場拐點或基本面反轉，屬又一次假復甦。理由有4大理由。第一個是庫存壓力高企，說大量城市二手房掛牌量仍在增加，新房出貨周期延長，一線城市是23個月，二線城市30個月。剛才你看百強房企1個月才賣2400億，你說這叫什麼事？新房去化慢嗎？居民信心脆弱，收入增長緩慢，就業壓力大，購房者預期悲觀，剛需集中釋放後，改善型需求難以持續跟進。第三個是新房二手房博弈，二手房低價競爭擠占新房空間，置換鏈條傳導不上。也就是現在很多人自己的房子賣掉之後，他並沒有去買新房，人家要麼存銀行，要麼換綠票子，準備提桶跑路，沒有說我把這房子賣掉之後錢回來我去首付的去買一個更大的房子，沒有。第三個說盈利修復受限，房企槓桿高，
融資成本壓力大，利潤率難以明顯改善，也就是這些房企的，你想這以前3家房企一個月就能賣2500億，現在100家房企加一起才賣這麼點錢，你說夠誰吃的，夠誰喝的？當前市場熱度高度分化，僅集中在核心城市優質資產，一線豪宅日光盤，剛才已經分析過了，這玩意也就僅限于它第一次的時候貴。你一線豪宅，你要想把它二手房去賣，不好意思，一賣不掉，第二價格那肯定是暴跌，也沒人買，是吧？刚才景田那個房子，王思聪的房子，這已經說明問題了。3、4線城市仍門可羅雀，租金持續低迷，租售比走低，房產投資屬性進一步弱化。說到租金，我今天又收到了房產中介給我打的電話，我那房子不是給房產中介了嗎？那中介說，大哥能不能商量個事？我就知道他肯定想降房租。我問啥意思啊？他說现在行情不好，房子難租，現在那個房子裡面住了幾個租戶，他說人家想便宜點，我們公司也不賺錢。我說那你什麼意思啊？他說能不能便宜點？我說你要多少錢呢？他說降200。那我想降200就降200吧，說明啥？說明租金還在下降，对不對？这租金還在下降，你說你房價怎麼能穩得住？這是北京，而且我那房子地段非常好，這附近就是不難租，是那個人流非常大的地方。我估計有的地方房子恐怕就租不出去，人家你就是降價，這中介也不要了，他租不了。現在就這麼個情況。摩根士丹利說，租金持續低迷，租售比走低，房產投資屬性進一步弱化。這租金就是能說明問題，其他的都是亂吹。如果大家願意用更高的價格來租你的房子，那說明租房的人多了，租房的人一多，那就大家收入都好了，大家能賺到錢了，都出來了。完了，你這租金一漲，很多人就算賬了。那我存銀行，我還不如買套房子出租，對不对？那你這房價它不就穩住了嗎？實際上，所以說你從租金就能看出来，北京的租金都在掉。所以說你在尬吹小陽春有什麼用？你看剛才已經說了，北京的二手房房價是在下跌的，對不对？環比同比都在跌。所以摩根士丹利他預計2020年下半年市場大概率回歸低迷，二手房成交回落，價格跌幅可能擴大，僅看好核心城市優質標的，對普通商品房相關標的仍不看好。這份報告與中金公司相對樂觀的觀點形成鮮明對比，成為近期市場熱議的焦點。我個人比較傾向於摩根士丹利的這個判斷，也就是下半年價格跌幅可能擴大，二手房成交回落。我在昨天節目說了的，我昨天節目是我認為到下半年房價會形成新的一輪跳水，會加大下跌的幅度。這個我認為不是危言聳聽，因為這個形勢就這麼個形勢。我們還是要看韭菜的收入、韭菜的就業、韭菜對房子的預期這幾個綜合因素。這個不是說咱們情緒化的說房價就是要暴跌。這5年來這個樓市的走勢基本上也就這麼一個走勢。恒大暴雷以後的，雖然宏觀經濟看上去還可以，這 GDP 增速是5%、4.8%，第二大經濟體。而且現在是叫 K 型復甦 ，K 型危機相關的感覺還在風口上，感覺日子還好起來了。但是碳基相關的那是一天不如一天，但是碳基相關的人多，絕大部分人都跟碳基有關，那個硅基有關的人是極少數，对不对？所以絕大部分人都在感覺到受難過，收入下降。所以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在疊加人口在斷崖式下跌，去年只有790萬新生兒。今年會更低，因為今年前幾個月結婚的都是人數又減少了，是吧？就人口不以人的意志在下降，就是在下滑，房子大量的空置，这租金在下滑，就是一個證明。各地的房子都多了，3年都賣不完。在這種背景下，你說它怎麼漲？韭菜的收入在下降，韭菜在失業，韭菜對未來沒有預期，是吧？你現在誰能說自己未來5年、10年一直都有工作，收入不下降？不被裁掉了，立馬能找到工作？沒有。現在靠學區房搞的3月、4月這個小陽春，那你未來這個學區房這個事情是不是也是要改變呢？因為現在小孩越來越少，你今年還是學區房，明年呢？後年呢？5年以後呢？所以但學區房這個溢價，對吧，在消失，房價還得往下走，還得往下壓。這個硅基相關的也注定了這個人呢，他集中在杭州、北京、深圳這些地方。它不可能哪個小縣城，對吧？4線城市還有跟硅基相關的，也就是硅基相關的這個紅利，也只能這個別城市能吃到。
所以我認為這個北京、上海、深圳這一線城市啊，它的核心地段那個房價有流動性，也就是還能把它當資產。你什麼意思？就是你想賣能賣得掉，你降價，对吧？你要出租你也能租出去，你降價肯定有人租。就是一線城市核心地段這些房子還是有價值的，但是它是不是房價就不跌了，或者房價漲，這不好說。但是它好歹是什麼？是個資產，就是你能租，你也能賣。一線城市偏遠地區，你比如北京的房山，对吧？北京六环外那些地方，很有可能房子你就賣不掉，你也租不了，有這種可能。上海一樣，外环外，你可能很多房子賣不掉，你也租不出去，沒人租。那二線城市更是這樣，二線城市能成为資產的房子會更少。二線城市裡面也分這個杭州的吧，成都這些地方，稍微好那麼一點，但是也大差不差。三線城市就不要看了，三線往下的，不管是核心區還是什麼郊區，都只有住的功能，對吧？什麼四線、五線，只有住的功能，以後都不能叫資產，因為你到時候想賣不掉，你租恐怕還租不出去。人口在萎縮啊，這些地方人本身他人就在流出，再加上這個人要年輕人不生孩子也不結婚，只會一步一步的萎縮。就这些三線、四線城市，三線、四線城市千萬不要有買房子保值升值這種想法了。如果你在三線、四線或者三線以下城市，你就是消費，對吧？你實際上有錢，你說我想住的好一點，你就買，千萬不要有說我買房保值，什麼我把錢存銀行，它會貶值，買成房子它就不貶值了，不要有這想法。甚至二線城市都一樣，二線城市除了這個杭州啊、成都啊這些地方的核心區，它的房子還有點價值，能流動，以後能賣，能租出去有租金的，急了能賣的，對吧？能賣得出去的，這個叫資產。至於你這個資產是貶值還是升值，咱不知道，是吧？到時候你是6萬買的1平米，到時候是3萬1平米賣，還是9萬1平米賣，這個誰也說不好，對吧？但是好歹你要降價能賣得掉。我們有很多的地方降價都賣不掉，實際上就是鶴崗化，就2、3萬一套。就這個我們還沒有算什麼房產稅。如果說後面要出房產稅，那你想想吧，這一大鐵錘下來，基本上就垮了。房產稅再加上物業稅、物業費，再加上什麼這冬天還取暖費，北方的，那你基本上這房子持有環節費用太高，房子完全就變成個負資產。所以我說這個房子啊，除了剛才說的這個一線城市核心區之外的地方，其他地方新的一輪暴跌應該是在等着的，是新的一輪。也就是你要想一想，誰來買你這個房子，誰來接盤，誰要買你那個房子。現在開發商還在蓋4代、5代住宅，這得房率又高，開發商不蓋，那政府的地賣給誰呢？政府的地賣不掉，政府從哪兒來錢呢？所以政府還得想辦法的賣新房，賣新房，那個新房是不是比你的二手房要強得多？所以你的二手房只有降價，你二手房一降價呢，新房也得跟着降，這不就惡性循環嗎？所以就在我們收入沒有改善，未來預期沒改善，在這種情況下，人口也急劇下降，學區房慢慢的越來越不重要了，所以這些都是不利於房價的。所以讓房價漲只有一個理由，就是信心，就是相信的力量，就是相信開個會，就是相信發個文件，就是相信發個口罩、發個眼罩，這房價就漲了，對吧？就是說你找不到任何理由支撐房價上漲，沒有一個理由，沒有一個有利因素說支撐房價上漲。今年這個小陽春呢，也有很多人上套，他們明年就要後悔。當然了，好在他們買的这200萬、300萬的房子，好歹還能扛得住全款，對吧？到時候跌了他也能忍。央行的數據是吧，已經明白无误的告訴我們，韭菜都不願意貸款買房了，所以這個居民的中長期貸款、短期貸款都在急劇下降，都是負增長。在這種情況下，這房價怎麼漲？大家都不願意貸款買房，所有的居民都在去槓桿、降槓桿。它的這個負面影響就是大家都在降槓桿、去槓桿，這個統一行為，它對經濟的負面影響還沒體現出來呢。那接下來就是它的負面影響要表現出來，大家都拼命的在銀行存錢，堅決不花，也不去貸款消費，更不貸款買房，企業也不貸款去擴大生產，對吧？這碳基相關的，你搞什麼都是賠錢，投的越多賠的越多。所以這個經濟形勢就這麼個形勢。前不久咱們做過一個節目，對吧？現在沒有一個
地市，就沒有一個省市財政能夠100%自給率，對吧？最高的是浙江86%，是吧？連上海都已經不能自給自足了，你就知道這個經濟已經到什麼地步了。這個不是開玩笑的，是吧？政府都沒錢，你說哪個人手上怎麼會有錢呢？哪有那麼多手上有200萬、300萬的人呢？對吧？政府現在都已經開始在國外，你不讓你到国外炒股票，对吧？不让你幹這個，不讓你幹那個，讓你把錢搞回來，要徵稅，对不對？把各種路都給你掐斷，不就是沒錢了嗎？你想政府都沒錢，你說怎麼可能還有那麼多手上有200萬、300萬的人呢？我不能說政策沒用，这個政策政府的手干預，它只能起到延緩，它不能避免，對吧？這個大家都知道，就是它把雷往後延，不是不爆，而在後面爆，那後面爆就爆個大的。有很多人還在沉浸在10幾年前那種經濟往上走的時候那種邏輯和思維裡面，總覺得好像100萬、200萬、300萬很容易。那個時候是整個資產在膨脹，對吧？那個時候你掙300萬很容易，因為你只投了50萬，國家給你加5倍槓桿，然後你的房價稍微漲個20%，你就200萬到手了，你感覺掙200萬好容易。我們現在就是很多人就處在那種思維裡面，他根本就不看自己一個月才3000、4000的收入。現在連3000、4000的收入都保不住了，对吧？隨时要失業，所以我們現在在這個經濟萎縮、現在通縮的情況下，你的想法要把它槓桿去掉，你就發現一年掙個3、5萬的很難，不容易。一年掙個3、5萬的不容易，那你說你拿什麼去買那個300萬的房子呢？或者200萬的房子，拿什麼去把這房價拖住？現在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外資在撤，過去老外，對吧？想方設法的在你這租房、買房，大量的老外在你這兒，先不說買房吧，租房，那豪宅都被他租走了。人家一租，每個月租金都是5萬，對吧？他租金5万，那我就是3000萬買的房子，我給他一個月租5萬，那也不錯嘛，對吧？或者2000萬買的房子，租5萬，有的還租8萬的，就是外國人他付得起錢呢，對吧？他在中國租房的這些人都是高管，是吧？企業的人非常多，他租房。他把你豪宅或者貴的房子拖起來了，租金他來付，那很多有錢人他就願意買房子租給他。有些老外還自己買房，對吧？他買的就是豪宅，他在中國消費也是大手大腳的，他要住那個5星級的，出差是吧？住300美金一晚的，對人家來說就是300塊，對不對？對我們來說那是好幾千呢，一晚。這些用戶走了，他把你高端的都帶走了，他這種高端消費沒了。对吧？本來這是一股力量，把你房價給拖住了。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這樣嘛？那現在這人都走了，你誰來接呢？沒人接，這人跑越南去了，跑到印度去了。也就是說，到現在為止，很多人還沒看到這一點，還在那做夢，覺得靠我們自己，靠誰去接盤，房價還往上拖，還是往上漲，怎麼可能呢？所以你把這些不利因素。你把它合到一起，你發现這真正的暴跌還沒來啊！這不是我唱衰，未來3線以下的城市，那房子都跟鶴崗一樣，只有1線城市，還有個別的2線城市，核心地段，那個房子才叫資產。就這個，它不一定說房價就不跌。所以我最近一直在宣傳，是吧？就是我們韭菜以消費的眼光看待房地產，就像買車一樣了，房子就是車了，不要把它再當做一個什麼投資。給你買個新能源汽車或者燃油車是一樣一個邏輯，當車看吧。你把它當車看，你就捋順了這關係，你就不糾結。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